紮作技藝歷史悠久，紮作師傅靠一雙巧手，利用竹篾、鐵線、沙子等材料，製作出千變萬化嘅工藝品。呢種技藝喺2017年被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。今集非遺錄將會帶大家認識紮作技藝嘅發展同技巧。其實我就從小因為就喺個屋企係武館家庭，武館裏邊會有好多獅頭啊、麒麟啊、龍頭，咁自小出世就覺得嗰樣嘢係玩具咁自小好中意呢樣嘢，咁所以變咗喺6、7歲就開始玩，想去做呢個獅頭，係啊，咁成日喺武館度修補補，將啲舊獅頭拆下整下，咁慢慢整到11歲就開始整咗人生第一個獅頭。呂家雄6歲開始接觸紮作，係香港為數唔多嘅紮作師傅之一。入行30幾年，至今仍然熱愛呢項傳統手藝，覺得紮作唔止講究技巧，仲係一門藝術。以前可能人哋會覺得係一個唔值錢嘅嘢，或者即係攞個價錢嚟衡量。但係近年就唔係啦，開始即係當我哋呢個藝術品咁去看待。紮作咧就算萬變不離其宗嘅。咁而家呢隻就我哋最傳統嘅南獅啦。咁而家呢兩個咧就係我哋早幾年同一個商場去合作。因為個商場請咗一個泰國嘅塗鴉師，就塗鴉咗呢個獅頭出嚟。咁跟住就諗起話，不如將佢立體紮出嚟攞嚟舞，咁揾咗我咯。咁後尾一揾咗我就向來都中意新挑戰同埋創新創作。咁做咗出嚟之後，我覺得都好得意。咁原來用毛筆去畫呢啲圖案好難。咁我哋塗鴉係用噴漆去噴，好容易。咁所以呢個都對我嚟講係一個幾有難度嘅挑戰。咁做完之後，佢起初係叫我哋舞，然之後但係硬係我哋打鑼打鼓去舞咧，格格不入咁樣。然之後佢最後就請咗幾個 dancer， 就播埋啲 hip hop 嘅音樂，咁整咗一拍舞蹈咁去跳，咁好正。講返紮作最基本嘅技巧，離唔開紮、撲、寫、裝4個步驟。聽落好似好簡單，其實工序繁複。李師傅你好，你好，歡迎光臨。我係學師。講住呢個沙子，我哋一般會攝住喺條腰。一向熱衷做手工製品嘅 Rachel， 希望了解下點樣靠一雙手做出咁精緻多變嘅紮作工藝品。許師傅就親身教 Rachel 試下紮自己最中意嘅獅頭。我哋第一個步驟叫紮。咁我哋成個獅頭咧都係好傳統嘅做法，用竹篾、沙子、漿糊就將佢固定紮好晒。咁第一個步驟係我覺得係最難嘅，因為你由乜都冇要做到有。咁所以呢個步驟困難。咁你頭先睇削篾、屈篾都好難。咁所以唔係咁簡單呢個步驟。咁我哋呢個紮呢個沙子布咧，一定係越少越好㗎啦。咁呢下彈斷佢就因為我哋唔想愛太多嘅沙子嘛。咁樣，所以記住兩隻手都要一齊出嚟輔助佢。呢隻手指活動啊嘛。咁撳住打交叉，咁就好實淨啦。你試下。要記住打交叉喎。嗱，你忘記咗，我哋搓沙子咧唔會咁樣搓嘅，多數都係向上咁樣搓嘅，係啦，咁樣搓。咁樣就你會睇到嗰條沙子好可以搓到好行咁樣先拉落去。交叉係啦，交叉呢度交叉。其實佢話困難又唔係好困難，但每個步驟佢哋都要做到好純熟，同埋好精煉，咁先至可以做到一隻好靚嘅獅頭。都係要靠練習咯。頭先因為我未掌握到究竟要用咩力度先至可以彈得斷張紙，咁所以試多幾次就 OK 啦。獅頭嘅骨架紮咗出嚟之後，就用稀嘅漿糊沾透嘅沙子，再裝裱到獅頭上，即係撲紙。我哋就會揾塊板
茶濕去，車張紙。咁因為呢張紙太薄啊，咁我哋咧就唔會一浸紙就掹上嚟，咁我哋會用2浸。咁你搽好咗咧，就拎上嚟，放落去，咁啊慢慢收靚佢。跟住就要寫色，幫隻獅頭畫上紋飾。許師傅話：行家只要睇一眼就知道個獅頭係邊度嘅出品。嗱，我哋香港獅咧以一個花紋為主題嘅，就係個全世界都識我哋嘅，叫做刀仔花。咁點為啲刀仔花咧？就係講緊呢啲一撇一撇嘅花紋。咁其實佢好似一把關刀仔咁樣，一撇一撇。咁所以成個香港獅就以呢個刀仔花係最出色嘅，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獅就有刀仔花。最後裝上耳仔，加埋絨球等配件，一隻香港獅就製作完成啦。香港嘅紮作技藝源於廣東，上世紀50、60年代可以話係香港紮作業嘅全盛時期。當時主要做獅頭、金龍同燈籠等嘅紮作品，部分仲會外銷到東南亞地區。我諗係40幾年、50幾年咁上下啦，我唔係好確定。咁當時嘅香港有好多內地嘅紮作師傅走咗嚟香港，咁慢慢佢哋就形成咗一小眾人士喺度做緊紮作業。咁所以你可以追溯翻就係有我哋嘅工會成立啊。當時嘅紮作係最蓬勃嘅。但隨住內地經濟改革，越嚟越多人選擇內地嘅廉價產品運到香港出售，本地紮作業就逐漸式微。不過紮作品喺本地一啲傳統節慶、祭典或者信仰儀式上，仍然經常見到。主要分喪葬用嘅紙製品，節慶祭典用嘅例如係獅頭、麒麟，以及裝飾用嘅花牌、花燈等3大類。而許師傅嘅鋪頭平日以做喪葬類嘅紙製品為主，佢覺得紮作技藝背後承載住一個族群嘅歷史同文化價值，意義深厚。咁如果譬如我哋係做殯儀館嘅紮作，咁殯儀館嘅紮作雖然我俾你燒一件好簡單嘅紮作，但係對於買嘅客人嚟講係一個心意。咁佢燒咗一件紮作俾佢嘅先人，佢會覺得好心安理得，佢會覺得開心安樂，咁就 OK 咯。黐實埋你，呢個口水肩黐咗未啊？口水肩得。睇下先，遮到先，你真係睇下遮唔遮到？遮到。近年香港越嚟越重視文化傳承，許師傅嘅徒弟2兩入咗行14年，佢都希望呢項技藝可以進一步普及。不過同其他傳統行業一樣，紮作亦都面對緊傳承嘅困難。而家開始多翻啲政府資助啦，咁多啲人嚟係接觸到嘅，但係我覺得嗰啲係興趣嚟嘅啫，興趣班真正想傳承嘅，其實我覺得好少，因為我覺得佢哋本身都係有個正職，佢哋純粹為體驗呢一行先嚟接觸下玩下咯。咁我覺得其實少少無奈嘅，少少無奈。咁我入咗行咁耐，辛苦實有嘅，同師傅都好多拗撬嘅。咁趕貨咧，其實趕貨覺得最辛苦，即係每年去到天后誕啊、花炮啊，成50零60個，嗰段時間最趕，心煩氣躁啲咯會。同埋盂蘭節咧都大士王都接得好多個，都係比較趕嘅。其實做落係開心嘅。不過趕貨係辛苦少少。紮作被視為夕陽行業，技藝又面臨失傳，但許師傅反而唔係悲觀。始終我哋係一個中國社會，香港好多傳統節日，咁根本上有供就有求，咁只不過係講緊我哋香港師傅做唔做咁多，咁同埋你會見到好多年輕人咧，相反係以興趣啊或者係玩嘅角度去學。咁相對都好多人係有興趣嘅，咁所以我覺得我唔相信香港會有一日紮作會絕跡咯，冇可能。